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最新报告指，中国疑似在东突厥山东部建110座核导弹发射井，这是2个月以来第2次关于中国核武矿展的消息。报告说，这些图像显示了14个发射井的建设地点，这些地点呈网络状分布，彼此相隔约3公里，每个发射井都有遮盖物保护其不受恶劣天气的影响。中国外长王毅在天津会见阿富汗塔利班代表团成员。据南华早报报道，7月28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天津会见来华访问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巴拉达尔一行，阿塔宗教委员会和宣传委员会负责人同行。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访问印度期间强调了2国对民主价值观的承诺，并表示这一承诺构成了双边关系的基础。在首次正式访问印度期间，布林肯部长会见了民间社会领袖，包括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代表。土耳其不同律师协会注册的100名律师的关于中国在东突厥山压迫和同化政策的投诉申请已被联合国受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于2022年2月14日至1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第29届会议上审议该申请。美疾控中心再次建议在室内戴口罩，包括某些接种了疫苗的人。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周二建议，鉴于具有高度传染性的德尔塔新冠变异中毒，在美国某些地区已经接种疫苗的人应恢复在室内戴口罩。中国西北部的敦煌市已向沙尘暴投降。周日，一场来自戈壁沙漠的巨大沙尘暴吞噬了敦煌。这座城市位于戈壁沙漠，被风暴形成的100米高的沙墙吞没。2020东京奥运会男篮小组赛，美国男篮120比66大胜伊朗。美国队从比赛一开始就感受到了自己对对手的优势，取得了小组赛的首场胜利。